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1，诗篇107篇31节安尼讲：因为上主的慈爱，甲伊为着世间人所做的奇事，人拢着称赞伊。三甲来祈祷，为着阮行奇事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创造宇宙万物的活命主宰。主啊，你用你的智慧甲气力创造天甲地，你用权能，互一切有气势的，通得到成长。你用你的活气分得阮人类。主啊！你的伟大甲奇妙，是阮无法度测度的，也是阮用一世人也讲袂尽的。阮就献上阮的懊恼甲感谢。主啊！你是慈悲甲疼痛的天父，你用无尽的恩典，互阮通脱离黑暗，通进入的光明。主啊，因为你的慈爱，甲你为着世间人所做奇事，阮拢要来称赞你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